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，23节到24节，出埃及记14章第9节到25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结果。最近的经文都围绕在撒种收成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喻里面。基督徒要结果子，并且要结实累累，这是因为上帝的保守，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他的救恩典。透过这样的结果来归荣耀给上帝。种什么样的树，撒什么样的种，会结什么样的果子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收成。出埃及记当中的法老王，因为他们心里刚硬，一而再的拒绝上帝，挑战上帝的权柄，就因为追击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然后就落入了红海的权势，全军就覆没，都失去了生命。出埃及记14章第9节到25节这样说到：埃及的军队包括战马、战车和骑兵，一直在追赶以色列人。到了红海边界，他们扎营的地方，那地方靠近比哈西路和巴利喜分。以色列人一看见埃及王和他的军队赶上他们，就非常的恐惧，就向上主求救。他们对摩西说：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葬身之地吗？为什么把我们带到旷野来送死？你把我们领出埃及，你看你做的什么好事？我们不是在离开之前就告诉过你这事会发生吗？我们告诉过你别管我们的事，让我们在埃及做奴隶好了。做奴隶总比死在旷野强。摩西回答：不要怕，要站稳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么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看不见这一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，你们只要镇定。上主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就是了。举起你的杖向海伸去，海水会分开，以色列人就能够在干地上走过去。我要使埃及人顽固，因为他们要进入海里追赶你们，但是我要胜过埃及王，他的军队、战车和骑兵，他们就会尊敬我。我击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上帝。上帝的天使原先走在以色列大队的前头，现在转到后面，云柱也转到后面，隔开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。云使埃及人陷入黑暗当中，却照明了以色列人。因此整个晚上，埃及的军队无法接近以色列人。摩西向海伸手，上主就掀起了一阵强烈的东风，把海水吹退，吹了一夜，海底变成了干地，水分开，好像两堵墙。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，过了海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连战马、战车和骑兵都进到了海里。破晓时分，上主从火柱和云柱中观看埃及军队，使他们发生混乱。那时埃及的战车的轮子陷在泥中，不能转动。埃及人就说：上主帮助以色列攻打我们，我们赶快逃吧。耶稣基督他提醒门徒以及跟随者要提防那些假先知的言语，要拒绝那一些错误的想法和教导，不要落入陷阱，不要被假的外表所骗，因为那些人所说的话就如同他们所戴的假面具一样，听起来都是为你好，为教会好，
却是远离真理，远离教会，离开了上帝。马太福音第7章15节到20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说道：你们要提防假先知，他们来到你们的面前，外表看起来像绵羊，里面却是凶狠的豺狼。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荆棘不能结果子，葡萄蒺藜也不能结无花果。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。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得砍去，扔在火里。所以呢，从他们的行为，你们就能认出假先知来。听什么样的话，接受什么样的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。基督徒真的是要小心非常谨慎，免得入了迷惑。诗篇139篇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，请兄姐自行来研读。追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知道什么是来自上帝的旨意，还是人的意思，帮助我们远离诱惑，能够结出好果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